自从2024年11月1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帝定义安尼行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耶利米哀歌第2章1节到22节。哎呀，上主竟然发大受气，互錫安见笑，伊将以色列的荣华对天迄落地。伫伊受气的日，连家己的脚点圣殿，伊嘛无顾念。上主毁灭雅各拢总的草埔，一撮仔都无怜悯。伊发大受气，拆毁犹大的堡垒，互犹大甲伊的领袖彻底受凌辱。伊发大受气，消灭以色列所有的气力。对敌来的时，伊毋伸手保护，伊亲像火焰吞灭雅各，将伊所有的拢烧毁。伊亲像对敌我开弓，亲像敌人用箭射我。伊将阮勇壮的少年人拢杀死，伊的大受气发出，亲像火烧毁錫安的布边。上主亲像对敌毁灭以色列，伊拆毁以色列的宫殿，互堡垒荒废。伊加添犹大人民的悲伤甲哀哭。伊毁坏伊家己徛起的所在，亲像毁坏园仔。伊拆毁圣殿。上主互錫安的人袂记得做期甲安息日，伊伫大受气中气杀君王甲祭司。上主放弃家己的祭坛，放杀伊的圣所，伊将宫殿的围墙交互对敌，出在因拆毁。因伫上主的殿内大声宣喊，亲像伫过节。上主决定要拆毁錫安的城墙，伊求准钱要破坏，伊的手无搁收回。伊互城楼甲城墙哀哭，做伙倒坏。錫安的城门已经待伫土里，上主讲断城门的门串，君王甲领袖拢受放逐去列国。錫安无人讲解律法，先知无搁对上主得到异象。錫安的长老坐伫涂骹，恬恬无出声。因也涂刷粉染头壳，身躯穿麻衫。耶路撒冷的少女头犁犁，踮到涂骹。我的目睭因为流目屎失明，我的肠仔搅假，我的五脏烧痒，我的同胞受糟灭，囡仔甲婴仔昏倒伫城内的广场，因亲像受伤的战士，昏倒伫广场，伫老母的胸前慢慢断气。因问老母讲：有啥物通食无？有啥物通啉无？耶路撒冷，我会当替你讲啥物？我会当用啥物比评你？錫安，我通用啥物甲你比较来安慰你？你的空喙亲像海遐尼大，啥人会当甲你医治？你的先知看见的是无影只骗人的异象，因毋捌指出你的罪，互你悔改，毋免受掠。因传互你的是虚假行迷路的密示。所有的过路人拢拍扑仔，害头踢笑耶路撒冷，讲：
这检视人伫讲迄个十全十美的城，这检视全世界的人拢伫学讨的城。所有的对敌拢甲你翕相，因踢笑你家己切齿讲：阮已经将伊吞灭啊！阮就是伫听候即日，等阮亲摆看着啊！上主已经完成伊的计划，实现伊早前定着的警告，伊拆毁一撮仔都无留情。伊互对敌对你夸口，互因耀武扬威，着对心底求救主。耶路撒冷的城墙啊，愿你的目屎亲像江河直直流，绵日无停。愿你的目睭流目屎无休困，着伫逐暗换更的时起来求救。向上主吐露你的心声，亲像饼水。着举双手为着恁的囡仔的性命祈祷，因伫过路枵甲得要死去。上主求你看你减捌安尼甲人责罚过。妇人人减通食家己所生所养饲的婴仔，祭司甲先知哪通伫上主的圣殿受杀害？少年人甲老人拢倒伫过路，少女甲青年人拢死伫道下。你伫受气的日，甲因杀死，一撮仔都无留情。你对失面吊一我的对敌，亲像叫人来过节。伫上主受气的日，无人会当逃脱，会当保存性命。对敌杀死我所有养育的儿女。上帝定义安尼行。今仔日的犹太人习惯伫圣殿受洗日的即一天，上托耶利米哀歌，纪念耶路撒冷圣殿伫主前587年受毁灭。苦难确实会伫历史中留落痕迹。对圣经的历史通知，当以色列人流亡的日子结束，有人倒转来故土重建耶路撒冷城和圣殿，但是安尼的重建并袂当抹去捌经历过恐怖历史的苦难记忆，就亲像割腕会通拭去十字架的痛苦即句话是袂当成立的。哀歌代表一种苦难的见证，承认迄是活活的事实，否认遐的痛苦将会对着岁月消逝。哀歌促使后代读者做伙检视、聆听、记忆甲反思历史，详细敲找上佳正理。耶利米受上帝呼召，大约对约西亚王第13年，约主前627年开始做先知，历经约哈斯、约雅敬、约雅斤、西底家等犹大王。伫主前587年耶路撒冷陷落了后，耶利米的先知工作还持续一段时间。耶利米和先知米迦同款，拢指出犹大国因为违背上帝，已经失去受上帝保护的特权。先知宣告，敌人要征服耶路撒冷甲犹大国所有的坚固城。上帝对耶利米讲，要有灾难对北平发出，临到这个地所有的子民。耶利米的预言是针对犹大全国上下，包括君王、官长、祭司和人民。对上帝来讲，要严厉处置伊所疼的子民，并无容易。上帝试图
透过先知挽回以色列人，因却藐视先知的警告，讲先知不过得讲无影食的话，因并无上主的信息。上帝就对耶利米讲：因既然安尼讲，我要互我踮伫你喙内的话诚做火，互这人民诚做柴，火要甲因烧掉。上帝要互黑暗笼罩色安，甲以色列的华美禁掉，连圣殿也黑角。先知对一切灾难深感痛苦和忧伤，心中也涌起强烈的抗议。总是上帝要上主决定要拆毁色安的城墙。上帝早就透过先知宣布伊的审判信息，无毋是希望以色列人会当悔改，袂跌到行到灭亡的地步。规间耶利米哀歌中间，被譬如做色安女子的以色列百姓，拢同意先知的看法。上帝的审判是针对耶路撒冷的悖逆、毋肯悔改的作为。只是先知耶利米学得明白的是，尽管伫上帝的权能之下，人民的心为甚物充满冷漠无感，毋愿屈服甲迟钝的？耶路撒冷最后受上帝放杀，受乌云笼罩，不得搁见到伊的面。这甲过去以色列人民伫旷野的时，有云条伫因的头前，象征上帝的同在、引带和保护，形成强烈的对比。上帝透过先知对以色列人的邪恶作为提出警告，应该诚侪今仔日教会的圣事。上帝透过先知对以色列人的邪恶作为提出警告，应该诚侪今仔日教会的圣事。咱来祈祷，上帝啊，求你怜悯阮的软弱，帮助阮对历史学到功课，互阮袂跌到偏离你的道路中道覆轍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